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揾通靈師幫手有咩嘢需要留意？點樣分辨真假呢？約翰坦誠咁提醒，市場上確實存在一啲誇大甚至失實嘅通靈描述，大家必須保持警惕。佢從來冇神化通靈師嘅角色，亦唔會話只要揾通靈師，悲傷就會消失。因為真正嘅療癒係需要透過你自己心靈嘅轉化去完成。佢建議經歷喪親之痛以致情緒抑鬱嘅人，應該先尋求心理專家嘅輔導，到心理情況穩定落嚟之後，至考慮要唔要揾通靈師幫忙。約翰分享咗點樣分辨通靈師嘅真假。一、保持懷疑嘅態度絕對健康。一個真正嘅通靈師唔會介意你有疑問。二、唔好俾太多個人資訊。真正嘅通靈師應該能夠主動講出一啲只有你同親人先至知道嘅細節。三、注意佢哋嘅收費模式。如果收費過高，或者不斷要求你返去加錢做更多儀式，就要小心。四、相信你自己嘅直覺。如果你覺得唔舒服，就算講唔出原因，都應該離開。約翰嘅提醒係對我哋嘅一份保護。喺傷痛嘅時候，我哋會特別脆弱，容易迷失。但請記住，真正嘅通靈師絕對唔會利用你嘅傷痛。